食玩假期，韓國烏爾島夏日賞花5天團，保證連續2晚入住新開幕嘅 Wave M 酒店海景房啊，絕無同級，唔使坐凌晨機，仲唔使捱眼瞓，仲可以享受埋米芝蓮推介嘅美食，保證連續2晚入住有無敵大海景。新開幕嘅 Wave M 酒店500尺嘅海景房啊，絕無同級。黃昏時分可以喺房間欣賞到絕美晚霞，浪漫到爆啊！依家優惠1個人嘅價錢2個人出發啊，超高嘅 CP 值，淨係住返呢間酒店都抵晒啊！獨特體驗方面，我哋會去韓國西海岸嘅濟湖島，乘搭如海浪海上纜車，凌空俯瞰壯麗嘅海景，再行烏爾島海岸散步路，打卡生命之樹觀景台同紅色燈塔。呢度仲係韓劇拍攝外景地添，打卡景點仲更加勁添。我哋會去水原華城，感受朝鮮時代嘅宏偉城牆啊！再到韓國最紅嘅打卡勝地 Starfield 星空圖書館2.0啊，高達22公尺嘅超巨型環繞書牆，視覺張力極度震撼。潮流集中地聖水洞都唔會錯過㗎，有被譽為首爾布魯克林嘅聖水洞咖啡街，係舊工廠改造嘅工業風咖啡廳同設計師品牌店，係韓國文青同網紅嘅摯愛啊！另外仲有季節限定增遊7月嘅漢江市民公園賞繡球花，或者9月份嘅韓國國際花園博覽會，甚至到10月份出發，我哋仲會增加成本，乘坐韓國特色嘅單軌自行車，沿路賞楓，跟住士林走訪花海，保證你哋影相影到手都軟埋啊！韓國地道風味梗係唔會少啦。食物方面有米芝蓮推介嘅百年土種參雞湯，每人1鍋㗎，仲有米芝蓮選定餐廳嘅滿足5香豬手加餃子湯，絕對係味蕾嘅頂級享受啊！依家報名1人價錢2個人出發，夏日賞花季節限定，暑假嘅紅葉首選啊！錯過咗就要等下一年啦，快啲打我哋嘅報名熱線或者去 WhatsApp 報名啦，去埋我哋嘅網站同埋各大分行報名都得㗎。記住，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啊！